唔知大家有冇試過朝早起身趕出門口，對住塊鏡畫條眉畫極都唔對稱，一邊高一邊低，搞到成個朝早嘅心情都差晒。眉毛雖然只係佔塊面好細嘅面積，但就決定咗成個人嘅氣質同精神面貌。絕對係，眉毛簡直係五官嘅靈魂，所以而家半永久化妝真係好流行，幫好多人解決咗呢個每日都要面對嘅煩惱。但係一睇啲廣告，咩霧眉、飄眉，仲有近年好 hit 嘅野生眉，真係睇到一頭霧水。呢幾樣嘢聽落好似差唔多，但其實出到嚟嘅效果同埋背後嘅美學觀念，完全係兩回事喎。咁我哋就由最基本最常見嘅講起啦。霧眉到底係一種咩概念？聽個名就好似有一陣霧喺條眉上面咁，好有私有喎。呢個比喻好貼切。霧眉其實就係模仿我哋平時用眉粉掃出嚟嘅效果，做完之後條眉會有一種毛茸茸、帶少少漸變色嘅感覺，好似化咗個好精緻嘅底妝咁。如果本身眉毛比較稀疏，或者中意每日都有全妝感，唔想落咗妝好似冇晒精神嘅人，霧眉就最適合啦。即係話做咗霧眉就等於24小時都帶住個精緻嘅妝容。咁飄眉呢？聽落好似武俠小說啲招式咁喎，係咪有一種好輕盈嘅感覺？飄眉就真係考師傅手藝啦。如果話霧眉係填色遊戲，咁飄眉就係素描。師傅會順住你本身眉毛嘅生長方向，一條一條咁畫啲假眉毛上去。做完出嚟，遠睇近睇都會覺得嗰啲係你自己生出嚟嘅真毛髮。佢追求嘅係一種我天生就係咁多眉毛嘅錯覺，主打一個逼真同自然。原來係咁喎，霧眉係追求妝感，飄眉係追求真實感。咁而家最流行嘅野生眉又係咩玩法？聽個名就好似啱啱喺森林入面行出嚟，完全唔修飾咁冚，咁仲使乜去美容院整？呢個就係最有趣嘅地方。野生眉聽落好粗獷，但其實佢係三者之中最講究、最花心機嘅。佢喺飄眉嘅基礎上，再強烈放大眉毛嘅無流感同埋立體感。特別係眉頭嗰啲毛，要有一種向上生長，甚至有少少雜亂無章嘅生命力。佢唔追求完美嘅邊界，反而刻意保留少少瑕疵，營造一種無拘無束嘅感覺。呢種心態真係好微妙。唉，我哋花咁多錢挨住痛去做半永久，結果竟然係為咗追求一種好似冇整理過嘅野生感。呢個係咪反映緊我哋而家嘅審美觀出現咗好大嘅轉變？係啊，呢個正正就係現代人對毫不費力嘅靚嘅極致追求。以前我哋覺得靚就係要一絲不苟，條眉要畫到好似間尺間出嚟咁直咁對稱，但而家過度精緻反而會俾人一種好大壓迫感，覺得你好假好做作。野生眉代表住一種鬆弛感，一種我天生就咁靚，唔使點打扮嘅自信同從容。講得好中喎。其實呢種鬆弛感背後，往往係經過精心設計嘅，就好似社交媒體上面啲人 post 話隨便影，其實可能影咗幾百張，再加埋修圖。我哋喺社會上面既要表現得好專業、好完美，但又唔想俾人覺得我哋用力過猛。野生眉就好似係呢種社會心理嘅縮影，用最高級嘅技巧去偽裝最自然嘅狀態。冇錯，完美嘅嘢睇得多會悶，反而少少嘅不羈同真實先至最吸引人。其實無論係揀霧眉嗰種精緻，飄眉嗰種自然，定係野生眉嗰種隨性，都係一種自我表達。最緊要係清楚自己想要展現一種咩生活態度。係啊，下次去整眉之前，不妨諗深一層，你到底係想用精緻嘅妝容去武裝自己，定係想釋放內心嗰種狂野同生命力？眉毛雖小，但其實寫滿咗你嘅性格同埋對世界嘅態度。唔知聽緊節目嘅你，又會點樣選擇屬於你自己嘅嗰一對眉呢？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新嘅角度去睇呢啲日常嘅美麗選擇，到最適合自己嗰份鬆弛感。